Hello，大家好。你有冇試過明明好想改變某個習慣，但係點都未改到？明明好想做一件事，但係內心總有把聲話你搞唔掂嘅。如果你有呢啲經驗，嗰把聲就係限制性信念。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白沙嘅一個核心信息：限制性信念，你嘅內在信差同埋禮物。我會講下限制性信念喺邊度嚟，點樣喺生活入邊揾翻佢哋出嚟，點解恐懼唔係你嘅敵人，係你嘅信差。具體清除佢哋嘅方法有三部曲。好，我哋一齊開始。首先，我哋要明白一個核心概念：限制性信念 （limiting belief） 係乜嘢？限制性信念係你內心深處信以為真，但係實際上限制咗你嘅諗法。例如，我唔夠好，錢好難賺，世界好危險，我唔值得擁有呢啲，或者啲嘢冇咁易嘅。限制性信念嘅特徵係，佢哋會令你唔舒服、不安、恐懼、焦慮同懷疑自己。但係呢啲唔舒服嘅感覺唔係壞事。白沙話，恐懼同不安係一個信差。佢敲你嘅門，話你知你要注意，你堅持嘅信念並唔適合你。咁點解我哋有限制性信念？第一，童年接收0至7歲期間，我哋嘅潛意識係完全開放嘅，父母、老師、社會嘅信念會直接被寫入。第二，家庭傳承，你可能從父母、家庭、社會、朋友嗰度接收呢啲信息，你買咗佢哋嘅賬，你 buy into 佢哋，但係佢哋唔係你嘅。第三，平衡現實嘅連鎖反應，當你有一個負面信念，佢會連結到其他平衡現實相似嘅信念，成為一個多維度迴響，放大你嘅負面感受。一個重要嘅概念，限制性信念唔係你嘅，你只係買咗佢哋嘅賬 buy into them。你只係相信咗佢哋，但係佢哋唔係最真實嗰個你，佢亦都唔係你嘅高我，亦都唔係你活着嘅真相，你只係信錯咗佢哋。喺我哋嘅成長過程，社會會灌輸唔同嘅觀念俾我哋，好似搵份穩定嘅工，然後結婚生仔，追求夢想不切實際，唔好有咁多諗法，做好本分。呢啲限制性信念，好多時候令到我哋沒法活出真正嘅自我。咁樣，當信差敲門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點揾出我哋有啲乜嘢限制性信念呢？方法一，留意你嘅重複模式。如果你成日遇到同一類問題，成日被拒絕，成日覺得唔夠錢用，成日被人誤解，呢啲重複模式通常背後都有個限制性信念。你可能覺得自己唔夠好，唔夠值得，唔夠值得人哋關心同埋理解。方法二，留意你嘅應該，我應該點點點，我一定要點點點，我唔可以點點點。呢啲規則好多時係限制性信念嘅化身。我一定要滿足我身邊嘅人嘅期望，背後嘅信念係，如果我令人失望，我就冇價值。方法三，留意你對人哋嘅批評。你對人哋最不滿嘅地方，往往係你對自己最不滿嘅地方。例如，你好憎人懶散，你可能潛意識覺得自己唔夠勤力。方法四，留意你嘅藉口。例如，我好想創業，但係我冇時間。背後嘅信念可能係，我唔可以控制自己嘅時間。方法五，留意你嘅比較。好似係，佢咁後生就買到樓，我仲租緊屋。背後嘅信念係，我個進度應該同其他人一樣。方法六，係留意你嘅但係，例如，我好想轉工，但係而家經濟唔好，可能背後嘅信念係，環境比我嘅選擇影響更大。方法七，留意你嘅身體反應。每次諗起出嚟講嘢，胃就會痛，背後嘅信念可能係，我講錯嘢，大家會睇唔起我。方法八，
係留意你嘅吸引力模式。如果成日遇到控制型嘅伴侶，背後嘅信念係我需要被指導，我唔識自己做決定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嘅自己都已經足夠好，有自己獨特嘅性格，自己會搞得掂，同埋本來就足夠。你嘅靈魂會設置對立嘅情況，等你喺挑戰同熱情當中揾翻自己嘅本質。恐懼同不安感係一個信差，恐懼同不安感係一個信差。當佢敲住你個門，佢就係話俾你聽，你要留意，你堅持嘅信念並不適合你。想象你喺屋企，突然間有人敲門，各各各各，你打開門，見到一個限制性信念企喺門口。大多數人嘅反應都係驚、逃跑、閂門或者同佢搏鬥。但係巴沙話，你要允許佢做佢嘅工作，佢係一個信差，佢嘅工作就係要吸引你嘅注意力，話俾你聽你有一個負面信念。點樣回應？巴沙建議你可以對佢講，多謝你，因為你真係一個好朋友，你讓我注意到我內在需要處理嘅嘢。多謝你把你嘅工作做得咁好，你個信息我已經收到啦，而家你可以走啦。一個重要嘅概念，唔好逃避佢，唔好抗拒佢，唔好驚咗佢，只需要允許佢存在，聽佢講乜嘢，然後多謝佢。當你咁樣做，限制性信念就會轉化。巴沙話，當你歡迎佢，視佢為一個信差，佢會轉化。你會興奮地感受佢，因為佢提醒你，你距離自由好近。限制性信念唔係你嘅敵人，佢係你嘅內在信差，佢係你嘅禮物，你只需要接受佢，收咗佢。好，以下係更加具體嘅清除限制性信念嘅3部曲。步驟1，唔好抗拒。當你 feel 到唔舒服，唔好試圖壓制佢，承認佢喺呢度，容許佢。唔使驚咗佢。步驟2，聽下佢講乜嘢，揾出背後嘅信念，問自己呢個感覺想話俾我聽乜嘢？我相信咗啲乜嘢？信以為真，先會產生呢個感覺。巴沙話，負面信念必須對你說謊，先會令到你相信佢係真嘅。正面嘅信念係唔需要，因為佢哋本身就係真相。聽完你會發覺嗰個信念可能係我唔夠好，我唔值得，我未必會成功。步驟3，多謝佢，然後放手。一旦你注意到佢嘅信息，你可以話多謝你，多謝你讓我注意到我內在嘅嘢，等我能夠處理佢。而家我可以釋放佢啦，多謝。然後揀一個新嘅信念代替舊嘅信念，可以由錢好難揾變做金錢係能量，自然流入我嘅生活，或者係由有錢人好衰變做我可以有錢同時做個好人，或者係由我唔會有錢嘅變做豐盛係我嘅自然狀態，或者由我永遠都做得唔夠變做我每一步都值得被肯定，由我唔值得被愛變做我值得被愛，因為我存在，由我唔夠聰明變做我有我嘅智慧同洞察力，由我唔可以犯錯變做犯錯係學習嘅一部分，由我追唔上人哋變做我嘅節奏係獨一無二嘅，由我唔識做呢啲嘢變做我可以學習，我有能力成長，由我冇用變到我有我獨特嘅價值同埋天賦，由我唔夠好變做我本來就足夠，唔需要證明，由我太依賴人變做我可以同時獨立同埋同大自然嘅力量連結，由冇人會真心對我變做我會吸引真誠嘅人進入我嘅生命，由我注定孤獨變做我值得擁有深刻嘅連結，由我俾人傷害變做我可以建立信任，我有判斷力，由好事唔會長久變做好事常來會走又會再來，由我控制唔到任何嘢變做
我可以控制我嘅選擇同情緒。由我一定要 plan 到盡，變做我可以信任流動，同步性會帶路。由好嘅嘢唔會發生喺我身上，變做我開放接收好嘅嘢，好嘅嘢接踵而嚟。由追求夢想不切實際，變做追求夢想係我嘅靈魂使命。由我冇時間，變做做我想做嘅嘢，我會為我重視嘅嘢創造時間。由太遲啦，變做而家永遠係最佳時機。由我驚失敗，變做我寧願嘗試好過後悔。由我唔敢試，變做我可以一步步嚟，唔需要完美。白沙提醒，所有嘅信念都可以被改變，限制性信念唔係你嘅敵人，係你嘅內在信差。只要你當佢係一份禮物，收好佢就得㗎喇。今日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